根据天山网7月31日消息，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张春林就东突厥产文物工作开展了调研。近年来，中共当局在东突厥产歪曲事实，捏造虚假历史和文化古迹，强调所谓文化滋养新疆，增强中华民族意识，强迫推行汉化政策。根据报道，土耳其外长在柬埔寨举行的第4次东盟与土耳其次级对话合作3方会议期间，会见了中国外长王毅，双方就中土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和全球问题进行了讨论。土耳其外长在社交媒体账户上表示，土方已经表达了对维吾尔突厥人的关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领的国会代表团在当地时间8月3日下午结束了对台湾的访问。佩洛西在访问结束之际发表了书面声明，高度赞扬了台湾是民主治理的典范，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并且表示中国共产党阻扰台湾参与国际活动，但是无法阻止世界领导人访问台湾。佩洛西在声明中说，他所率领的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应被视为美国全力支持台湾的一个强有力声明。根据江西安福县警方在微博上的声明，3日上午，一名男子持刀闯进一所私立幼儿园行凶，造成了3人死亡，6人受伤，嫌犯目前尚未落网，公安单位正在尽全力追捕嫌犯。加尔吉斯斯坦外交部与设在沙特阿拉伯的海湾合作委员会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根据外交部新闻中心的声明，波斯湾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在访问阿塞拜疆和中亚期间，访问了加尔吉斯斯坦。北约秘书长表示，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应建立对话机制，解决相互之间的分歧，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他与塞尔维亚总统就科索沃北部的紧张局势进行了交谈。